这政府日前授权予台积电甲鸿海的郭台铭去甲德国的 BNT 直接来买疫苗的代志，本地外界想讲已经扫除障碍了，但是到即卖，台积电甲郭台铭的态度也是保守低调。根据了解，德国 BNT 也是希望台湾的企业会当直接向中国的福星来购买，但是签署的合约要用什么款的名义，并无详实。这个疫苗也是无法度用单纯的商业的买卖行为来解决，是目前采买疫苗所拄到的难题。但目前来讲，我们还是以这个台积电跟鸿海这样的一个专案为主。确实太多的话也会引发一些困扰。台积电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得到府院的授权了后，未少民间企业拢想要比较办理。不过指挥中心认为网络伤济，电脑会变干扰。不过讲到干扰，上大的问题到底出伫倒？真的是也要期盼，就是说，有这样的代理权，也不要干扰到我们购买疫苗了。上海复星医药有 BNT 疫苗大中华区的独家代理权，不过敢真正会变做干扰？根据了解，过当地想要捐疫苗的消息传出来之前，其实已经和上海复星拍过招呼，了后才开始和 BNT 原厂接触。只是想袂到 BNT 一开始讲，敢若和政府接触来拒绝过当。伫政府表示愿意充分授权了后 ，BNT 要是毋望企业就算想要捐疫苗，嘛应该直接和复星直接。互过当进入总统府了后，想要买到 BNT 犹原无简单。不过其实台积电嘛捌和过当的团队讨论关疫苗的代志，佮有和 BNT 直接的代志。不过买疫苗毕竟毋是人济就买有，上尾也要是爱家己拍拼。最终目的就是要换到台积电能够到德国去设厂，就是用哪个法律的部分去要求 BNT 要出货给他，或者德国政府自己买来捐赠也是一种方式嘛。当然，这个模式如果是台积电才可以的话，他今天可以要500万剂，那你再想一件事，他能不能再跟 BNT 要下一个500万？台积电往前一步，不过德国政府的态度嘛真关键。就算买有啥物时阵会到货嘛唔知影。不过复星的手中有1亿剂的优先取货权，若是和复星买到货是上紧。不过合约要安怎签？台湾敢会使以官方的名义出现？这个牵涉到疫苗背后的责任问题。敢若惊就算有钱有授权，中间的政治障碍犹原真歹解决。